国当局强制分发猪肉。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行动中开始强迫穆斯林吃猪肉。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的维吾尔干部将猪肉分发给穆斯林群众。一个中国官方微信平台发文称，伊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阿里木局长在春节来临之际，为达达姆图村昆南村民分发猪肉，向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，祝他们猪年大吉，日子越来越红火。不要使用华为。美国质疑华为间谍活动的同时，华为在其他国家也继续遭受困扰。由于国家安全问题，捷克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局警告运营商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。捷克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局表示，他已经通过自己的调查结果和盟友的调查结果得出了这个结论。联合国谴责以色列。联合国驻日内瓦人权办公室表示，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必须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不受定居者的暴力侵害，谴责一名巴勒斯坦4口之父在周末被杀的袭击事件。发言人科尔维尔说，联合国工作人员报告说，在多达30名以色列定居者袭击拉马拉附近穆嘎伊尔村的田地里，巴勒斯坦农民并使用实弹射击村民及其房屋。130名法国公民将被驱逐回法国。大约130名在伊斯兰国家队中作战的法国公民将返回法国，这些极端分子将立即被审视依法。法国当局表示，鉴于叙利亚东北部局势演变以及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决定，法国正在认真研究对策，避免这些潜在危险分子逃脱和扩散，以确保法国安全。笔记引起关注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·波尔顿星期一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手里拿了一个便签包，上面写的字被人拍了下来。笔记上面写有向哥伦比亚派遣5000名士兵的字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波尔顿后面的地图上，支持马杜罗的国家标有红色，土耳其也是这些国家之一。